嗨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九龍寨城嘅公園啦，去睇呢個九龍城寨嘅一個小展覽啦。大家咧可以由宋皇臺站 B3 出口出啦，而佢開放時間咧就係每日嘅上午9點鐘到夜晚嘅7點鐘，每15分鐘咧就會有一 round。咁咧大家可以去攞飛啦，之後就等到相對嘅時間咧就可以入去噶啦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亦都會有候補嘅隊伍嘅，大家亦都可以喺嗰度等啦。而我哋咧就係攞完飛之後咧，就再喺嗰度等，咁咧就會快好多，而且咧我哋唔使等到嗰個時間啦，下一 round 咧就可以直接入去，相對上咧會慳咗好多時間嘅。不過提提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睇，因為入邊咧都有唔少嘅場景值得打卡影相，譬如話有牙醫啦，有小食檔啦，有煮魚蛋嘅地方啦，仲有茶餐廳地方，好多嘅場景咧係好值得打卡。15分鐘咧係真係會睇唔晒同影唔晒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啦。而呢一個展覽咧係免費入場嘅，亦都會維持3年。大家有時間或者 weekend 唔知去邊咧，就可以嚟到呢度啦。睇下呢碗飯係咪好逼真呢？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更多好玩好食嘅地方呢，就記得要訂閱我啦，我好快咧就會再推介一啲好地方同埋好嘢食俾大家噶啦。